今仔日有4例本土病例，有一例伫苗栗，是一个45岁，伫德南第2公有市场咧种花女摊贩。卫生局讲，这个女摊贩是病医通报快筛阳性确诊，传染源甲前几天为高雄沙石仔场传染到德南，致使一家口6个人感染到病毒的群聚感染有关系。目前先来控制到这个女摊贩的接触者。 伊的家属甲2个后生，虽然3个人 PCR 拢是阴性，但是为着保险起见，也是要求这2个后生所读的学校甲补习班预防性来停课，而且扩大来控制到这个女摊贩伫菜市仔的接触者，以及后生的老师甲同学，讲已经来采检到402个人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